唔知观众朋友，你敢有了解你家己的体质？你是体质较弱，或者是较零底的？讲到今仔日是立冬，俗语讲立冬补喙空。古早人认为讲这一年的辛苦，身体需要伫咧即天来家补一下关机。不过这中医师也要提醒大家哦，讲这食麻油鸡、羊肉炉、姜母鸭，拢爱特别注意，唔是每一个人的体质拢适合食补。烧滚滚、香滚滚的姜母鸭，香到桌顶，人看了真想要食。有袂少人拢会伫立冬、补冬即天选择食羊肉炉、姜母鸭，也是烧酒鸡来补身体。有的民众感觉食煞寒天，就较袂惊寒。因为古早人的智慧，讲即天食补，身体较会好，啊寒天阁袂惊寒。针对补冬食补，有中医师建议民众，其实应该爱看家己是啥物体质，适合啥物款的食材，才袂食补，最后害变身体吃苦。大家常看到都是姜母鸭、烧酒鸡、麻油鸡之类的。那如果说一些比较容易疲倦啦、自己觉得气虚的人，他可以用西洋参鸡汤，那些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进补。那如果像是一些气血比较虚松、冬季手脚容易冰冷的人，那他可以像是用我们的何首乌鸡汤来做进补的动作。有人讲身体较弱的人无适合食补，中医师表示，身体弱会当伫四神汤内底加一寡汉药材，也是一款真好的补冬方式。燥热的人不适合进补，可是像是四神汤这样子的东西是可以做的，因为它其实补性并没有很高，反而更多的是补养脾胃，然后让你的消化更好。像是山药、茯苓、芡实跟莲子，那有些人喜欢可以再加一点点薏仁，增加口感。这样子四神汤的组合也很适合现代人做冬令进补。伫补冬即天，新竹有爱心团体专工来到消防队，穿好了来替辛苦救灾的消防人员补冬，大家是食甲身躯烧烧，心嘛感觉真温暖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